室第一件事就要檢查水流，喺舞蹈室第一件事就要準備自己嘅身體。水就唔會講大話嘅，身體都係一樣。Pirouette 咧最難嘅唔係旋轉，而係揾到自己嘅軸心。當手臂收回，旋轉就會加速。漩渦越細，能量就可以集中。旋轉嘅力量同水嘅渦流一樣，所有嘅力量都圍繞住一個睇唔到嘅軸心。年輕嘅我呢，就追求完美嘅動作，而家我呢，就唔再追求圈數，而係希望能夠平穩咁落地。芭蕾舞嘅旋轉需要專注同堅持，佢旋轉嘅身影浮現漩渦嘅動態，就好似佢喺水利工程中研究水流嘅規律。李行偉教授以呢一份精神擔任澳門科技大學國家水利部數字孿生流域重點實驗室主任及首席科學家，推動科研突破，造福社會。芭蕾舞係一門藝術咧，就令我啟發好大嘅，不言放棄嗰種精神。因為芭蕾舞其實好 scientific 嘅，咁但係亦都好難一種藝術。咁譬如芭蕾舞入面有一個 pirouette， 係一個舞姿，即係好令人陶醉嘅舞姿啦。科學上，譬如同我哋有一個叫 vortex， 一個渦流、漩渦。芭蕾舞要轉一個 pirouette 好咧，就其實最緊要一個軸心啊，揾到個軸心。幾年前我哋同國際啲 consulting company 啲顧問公司一齊設計咗喺香港西半山34個啲漩渦進水口咧，咁個作用咧就即係用啲漩渦嘅形態咧，暴雨嚟嘅時候半山啲好急流咧，好安全咁帶入去100米地下面100米雨水隧道出海，咁從而咧就保護跑馬地、灣仔、中環唔會水浸。芭蕾舞嘅磨練展現永不放棄嘅精神。Pirouette 嘅旋轉核心啟發到李教授對水利工程嘅設計，將洪流化為秩序，守護香港市民。漩渦咧就其實就同呢個 Pirouette 好似嘅，因為都係圍繞住一個中心，一個好似空氣嘅中心，睇唔到嘅。我哋叫 core， 一個 core 啊。做個 Pirouette 做得好，要流體力學漩渦了解得好咧，就要時時保留個軸心，亦都係保留個軸心咧，就需要不斷咁去學習，終身學習。經歷塑造咗思維嘅轉折，科研因此展開新嘅方向。早期有幸喺美國，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就接觸到最頂尖嘅科學家，好近距離咁接觸到，咁好記得最印象深刻就係佢哋對學術同埋研究嗰種無限嘅追求，對教學研究嗰種熱誠。我好記得就半夜去到 coffee machine 都見到好出名嘅教授。我嘅碩士論文就係設計葡萄牙一個發電廠個 cooling water 嘅設計。所謂 cooling water 就係啲發電廠你啲凍水 cool 啲 condensers 啊。咁啊 Setúbal 我仲記得係咪 Setúbal Power Station 喺 Rio 沙度嘅，結果跟住有機緣翻嚟香港，香港有機會有咁問題，有咁好嘅學生，一個國際化城市，同埋一直一啲成績，咁都係覺得係好有意思啊！即係喺水利方面、環境水利方面，我諗講起香港咁啲人都會知道嘅，知道我哋啲成績，譬如 Waterman。每日預測泳灘水質嘅系統，我哋將流體力學個浮射流嘅理論上係可以話推到一個新嘅層次嘅嚇。咁呢個理論咧唔單止喺即係好多範疇都有應用嘅價值。因為點解？因為譬如我哋環境問題、環境災害、生態環境氣候變化，一個風暴潮嚟，一個洪潮嚟，成個海灣啲魚死晒可以。咁你好多時呢啲 disaster 嚟嘅。冇人知發生咩事，長期有研究咧，起碼你會知道應變點做。即係浮射係一種流態嚟嘅，環觀自然界或者工程嘅設施出嚟環境嘅流態都係浮射流。食煙啊，you smoke
cigarette， 咁係一個 plume 一個 plume 咁出嚟，因為點解佢有一個流體咧？有熱咧，佢就有一個浮力，有浮力上嚟咧，流體力學咧有個串流，佢就 mix 咧咪擴散啦。所以開頭可能好污糟，慢慢咪唔污糟，又有浮力，又有動量嚇。譬如你火山爆發，又係一個放射流。昂船洲啊，海港淨化計劃，每日200萬噸水，咁200萬噸水你都要排㗎。喺邊度咧？就喺海底幾百個放射流，因為佢係射出嚟嘅，有一個好高速度，3米3 meter per second 咁啊。咁佢好快就將啲污糟嘢處理過啲污水咧，個濃度降到好低嘅水平。佢係一種環境控制一種工程。可以用喺一個流態，好快將啲處理過啲污水有咩都好啊，俾環境同化。浮射流理論將處理過嘅污水快速同水流一齊擴散，污染物就可以喺最有利嘅環境底下慢慢淨化，用水都更加安心。香港啲海灘館咧就分4級嘅，即係按呢個 bacteria 嘅濃度分4級。Water management system 嘅原於咧就話結合 AI， 結合水力嘅計算，結合數據，結合咗之後用係 fuse 咗之後咧，聽日嘅機會幾多？香港44個海灘都有嘅，結合統計嘅方法、AI 嘅方法，譬如你話屯門可能3級，淺水灣可能2級，深水灣最靚啦1級。4級、3級以上就唔去㗎啦，即係封灘㗎啦。同埋咧 water management 就因為唔係淨係科技，因為你嘅應用牽連到環境管理啊、政策啊好多層面，所以兩樣嘢，第一就係跨學科嘅研究係有一定嘅挑戰啊。第二就係唔同嘅領域嘅層面，因為一個大勢所趨啦，亦都國家好鼓勵呢樣嘢啦。咁我哋亦都係因為有個機會。同北京水利水電科研究院合作，就呢個水利部下面一個重點實驗室。咁喺澳門咧，我哋最關心就係譬如風暴潮問題、水浸問題，亦都對於生態環境，因為譬如你紅潮對漁業好大嘅影響啦。最近呢幾年嘅氣候變化就好明顯，越嚟越大挑戰。無論係捕魚嘅強度、sea level rise 海平面上升。即係呢啲都係氣候變化帶嚟挑戰，即係 digital twin 即係數字孿生咧，就好似一個孖生兄弟咁。有一部分咧就係一個地理嘅信息，譬如地形啊、海底嘅地形啊、城市嘅啲建築物啊咁。譬如我每日我可以預測海灘入面海灘啊每個海灘水質嘅變化咧，即係每個鐘頭每分鐘，或者一個風暴潮嚟嘅時候。我可以每10分鐘我可以話俾你聽，澳門內港嘅水位係幾多，或者新馬路嘅會唔會水浸啊？咁呢個就係一個仿真系統，係通過好多年研究開發出嚟，同埋不斷改進嘅。咁呢個就要將個仿真系統喺個 digital twin 嘅平台上，同埋不斷入嚟嘅新嘅信息，譬如話水位嘅信息、海灘水質嘅信息。風暴潮嘅變化嘅信息，即係不斷將啲 data 要融合喺個平台上咧，就可以令到你有最好嘅預報。我是江志宏，現在擔任澳門科技大學分管科研的副校長。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重要的機理、機制和質量研究。我在李校長領導下，分管大學的科研工作，他是一個有遠見做事的人，非常長遠的目光，所以我們大學在這幾年都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我叫做陶偉，
我係李行偉教授喺香港大學嘅博士畢業生。我哋嘅研究對象咧係海洋啦，海洋係一個信息萬變嘅一個嘅載體。教授除咗係我呢個嘅研究課題嘅導師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我一個嘅人生嘅導師嚟嘅。喺佢嘅身上面啦，我睇到點樣去專注去做一樣嘢，而你要係恆久咁樣去專注呢件事咧，你首先要學習去愛上你自己做嘅事。等你係對自己有自信，等你自己係去有熱誠咁樣去做呢件事，就會更加容易係得到一個成功嘅。我叫林成，我是澳門科技大學創新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的林成。我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計算機圖形學、計算機視覺。我也在數字孿生實驗室呢擔任 Associate Director。那麼我覺得李教授他自身很多年在水利工程、環境科學方面有很多實際的工程經驗和傑出的研究成果，去真正服務於這個大灣區的這個環境以及水利工程。由舞蹈嘅執着延伸，李教授寄予年青人，讓熱誠成為生命嘅節奏。而家年青人可能如果有機會對生命多啲熱誠，譬如你有一個 hobby， 有一個愛好，譬如芭蕾舞、tennis、乒乓波 whatever， 我鼓勵佢哋就唔好放棄，熱愛生命，即係life is very beautiful，right？ 但係而家我哋生活嘅時代太多 distraction， 即係個 humility 好緊要，即係個 humble， 客觀面對事實。譬如我唔得咪認咯，咪問問題咯。呢個講好容易啊，其實就需要一個訓練，就係呢樣嘢。春分，晝夜均等，寒暑平分，懂得拿捏平衡與態度，先能夠走出最穩健嘅步伐。